嘉义县这4年来已经辅导超过40件旧建筑保存再生的计划。最近，搁伫12个乡镇找到21件有特色的旧建筑，包括台铁的南靖车头边仔的旧宿舍，希望会当甲地方重要的文化甲历史保存落来。台府伫老厝内底无用修理的工课，这间要80年历史的老厝，暗算明年9月就会当完工。除了这间老厝以外，嘉义县目前阁有另外13间私人老厝，摕到文化部的补助。对于不管是年轻人要创业也好，或者说有任何的展示的场馆，就是它有足够的公益性跟社会影响力，可是它其实并没有足够的那个财源可以运用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计划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嘉义县到今已经向文化部申请40间私人老厝修整的补助案，伫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申告发表会内底，搁伫12乡镇推出21间有发展空间的老厝，包括进前南靖车站边的宿舍。那暗算要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。南靖的这个宿舍，这个我们也要跟这个台铁来谈，也可以，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。其实嘉义县具有这样的一个潜力，的老屋其实还非常的多。那我们觉得说可以透过这样的计划，有更多人他可以看到，然后他如果说自己的家里，或者说甚至成为某种青年返乡的动力，那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。要修理老厝，那就开时间，嘛要开真侪钱。执行团队讲，这是人推出这个计划，民众开始有咧关心老建筑的保存，希望透过民间甲政府的力量，会当活化一寡老建筑，嘛来保存地方的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